开明小姐，让我来。放开明小姐，让我来。医王、医仙、医神向明小姐请脉，我等一定竭尽所能，让明小姐痊愈。医王、医仙、医神，当世顶级3位神医一同出现。明小姐，你有救了，有救了！不，你错了，他们3个可救不了他。你一个清洁工，敢在我医王面前大放厥词？就是，我堂堂医仙，祖上从医，医学世家，你一个清洁工，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？低调，大家都低调点，拿自己跟一个清洁工比，简直是自降身价。这位先生虽然是清洁工，却……明小姐，小姐，3位神医，请快与我前去府上，为我家小姐治病啊！恭敬不如从命。这位先生，您可愿与我们一同前去呢？好，明小姐人不错，死了可惜。我随你去看看。先生，随我上车吧。不用了，我有车，你带路吧。夫人，医王、医仙、医神3位神医下山来为小姐治病了。什么？3位神医都来救欣欣了？我闺女有救了！我闺女有救了！明夫人，榜单上说治好令千金，可娶她为妻，此话当真？只要医仙能救好我女儿，绝不食言。好，明小姐这模样身材都是女人中的绝色，我取定了。奇怪，真是奇怪，这到底是什么疑难杂症，竟然让我和医王都束手无策？让让，都让让！你俩呀，真是给我们这些医者丢脸！医生，怎么样啊？到底是什么病啊？竟然连一些3大顶级高手都束手无策呀！我的欣欣，我的欣欣啊！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你生得如此美貌，商业传奇，竟得如此绝色！你们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救我女儿啊？我求求你们，救救我女儿！就算让我倾家荡产，也在所不惜。若我们医王、医神、医仙3人都不能救她，那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人可以了。什么？谁还能救我女儿？医圣。医圣，有传说，却从无人见过。喜怒无常，有绝命毒医之称的医圣。传闻医圣出神入化，左手定死，右手长生，喜怒无常，超凡入圣，只有他了。孤陋寡闻，医圣何止是医道出神入化，他还是龙皇。医神说的可是那位在金融、军事、科技、医学、娱乐、武道、
甚至地下世界数十方领域都能登峰造极的神秘王者，统领造神殿的龙皇。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可听闻只是传说，从无人见过，更不知道是真假。我上哪里去找啊？那就是你的事了。行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把天捅个窟窿，我也要找到他。铃铛，在，立刻发出四海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全球寻找龙皇。哎，不用找了，那我来吧。你谁啊？他是路过小姐的第100个路人。他还说能治好小姐。就他能治好欣欣？他说能。胡闹！他说什么你都信？就是一个清洁工都懂治病，还要我们这些苦修医术的人干什么？这看起来是个清洁工，其实就是个骗子呀！在5000年前，就有古人发明了“人不可貌相，有眼无珠”的文字警示后人。没想后人还是如此的有眼无珠，真是人类文明的可悲。行了，别在这装模作样了。我明家可是大夏堂堂首富之家，敢在这儿行骗，你信不信？我让你连扫大街的机会都不会再有。一看他就是个屌丝，想娶明小姐呢。我总算见着什么叫真正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够了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都别动！铃铛，你干什么？小姐现在越来越虚弱，各路神医都束手无策。既然这个清洁工说行，我觉得可以让他试一试。如果他真的是骗子，到时候再处置也不迟啊。行，我给你机会。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料，你得知道后果。世人找我治病，皆是恳求，我不过是看明月心不该短命。你竟如此态度，那这人我不救也罢。哎，对了，你家小姐回光返照之日，告诉她，她那点遗产我不需要。哎，你别走！还有事吗？我家小姐是个很好的人，求求你救救她吧！如果你真的能救她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。行，你说的没错，那我就再看看他吧。还真是世俗日下，连清洁工都能治绝症了。骗子我见过，但是这种煞有介事的骗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都沦落为清洁工了，可想而知骗术有多低级。还真是装模作样。谢谢。该不会是看见神仙了吧？谢谢，谢谢。我的谢谢怎么了？你害死他了！好啊，你敢害死明小姐，败坏我一介良知，抓住他，将他千刀万剐！我将你们救不了的病人治好，你们却说我败坏一切良知。什么？你说你将明小姐治好了？死到临头还想忽悠呢？我是不是忽悠？你们自己把脉看吧。装模作样，看我拆穿你！脉象平稳正常，明小姐的病症真的治愈了。真的吗？谢谢，真的治愈了。医生大人，是真的吗？我家小姐真的好了吗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号称医仙都束手无策的病症，
你一个清洁工岂能治好？一定是医神你的水平不够，产生错觉。还是让我来吧。你来看。真的好了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好了？我们仨都束手无策，居然被他绿叶师几针就治好了？难道他就是？嘘。都起来吧，见我的事不必多说。明月心，希望你好好珍惜这条命，做个好人。哎，他回来了。哎，风儿啊，你回来了，佳倩来找你了。佳倩，哎，你们聊啊，我去给你们买点菜去。行，好。佳倩，包文，给我。万峰啊，我们解除婚约吧。万峰啊，我们解除婚约吧。开玩笑的吧？解除婚约？没错，我想了很久，也等了很久，终究我们还是不合适。不合适，你指的是5年，我呕心沥血，让白家从微末到新贵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而你原本是万家大少爷，让你在外磨练，好继承万氏家族，可你却沦落到去当清洁工，失去了一切机会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说我失去了一切机会？难道你还有机会吗？你爸对你失望至极，视如弃子，也有意让你弟弟继承万氏。你以为我爸让我在外磨练是觉得我不争气才视为弃子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一开始他只是想找个理由让我离开万家的权力中心，想扶持万景生上位而已。我呸！还在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。你是万家的嫡长子，你爸凭什么排挤你？难道你不是亲生的吗？我是亲生的，但万三千跟我妈离婚后娶了那个狐狸精，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是弃子，你明白吗？说那么多没用，最终你还是沦落了底层，和白总不配。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悔婚协议签了吧。没错，万峰，我原本以为你是京海的天之骄子，可你却沦落成笑话。每次别人提起你我的关系，都会让我无地自容。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吧。佳倩，还有2天就是我们的婚期，你再想想。想什么？你我之间已是云泥之别，根本不可能在一起。而且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白家已被创世集团选中，答应会给我白家1万亿投资。届时，我白家将会跻身于商界顶流，在我面前，你会更加卑微。在你面前，我会更加卑微。那你是否知道，是谁授意创世集团给白家提供的1万亿投资？那你是否知道，是谁授意创世集团给白家提供的1万亿投资？你不会想说是你吧？没错，除了我，还会有谁给你提供这么大的关照？够了，万峰，你还能不能有点羞耻心？我堂堂白氏总裁，你一个清洁工，拿什么给我关照？就是，佳倩小姐都说了，是景深少爷给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打了招呼拉来的投资，你还想冒领？还说什么创世集团是你授意的？哼，你知道创世集团是什么样的存在吗？那是全球都无与伦比的巅峰。造神殿主龙皇大人更是自人类文明发展以来最伟大的天才，各大领域的巨匠。你说创世集团是你授意的，要是被龙皇大人知道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你说是万景深找创世集团拿到的1万亿投资？怎么羞愧吗？本是亲兄弟，看你多堕落，人家多出息。而且景深少爷还帮白总介绍了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做干爹，简直帮了白总的大忙。他和白总才更配。白佳倩，你是想和我解除婚约，嫁给万景深？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只要答应解除婚约就行。还记得我是万家大少爷的时候，你说你配不上我吗？够了，万峰，
很多事情今非昔比，我知道你难过，心里不甘，但你接受现实吧。大夏几千年，从来讲究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，而我们，所以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不然你会更加后悔。好，你说我不放弃会后悔。你说我不放弃会后悔。万峰，我这是在念旧情，给你台阶下。看来你心里也有盘算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后悔的。婚期照旧，请离开吧，不送。万峰，你记住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无所谓，我可以承担任何后果。好，那我们就如约举行婚礼。到时候，我会送给你一场惊天动地、轰轰烈烈的婚礼，让整个金海的人都认识。好，我很期待。我呸！最差品种的癞蛤蟆。白嘉倩，你说要让我后悔？无戒拜见万先生。立刻给我办3件事：一，给我包下京海最豪华的酒店筹备婚礼；二，把创世集团和白氏集团的万亿签约仪式放在我的婚礼上；三，传令全球金融、军事各行顶级巨擘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如果是各国元首要来呢？他们要来就来吧，毕竟开门不打送礼人。是。你先走吧，我妈回来了。是。凤儿，妈，凤儿，走走走，赶紧跟我回万家。回万家干什么？你爸病重垂危，恐怕时间不多了。你爸呀，生命垂危，恐怕时间不多了。那又如何？他在巅峰时，弃你娶她，你还关心他干嘛？哎呀，你傻呀！你是万家的嫡子，爸如果不在了，你是有继承权的。我可以恨他，但你不能跟着我受苦啊！妈，无所谓，万家那点东西我压根就看不上。哎呀，你就别再使性子了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你亲爸，你也应该回去看看。跟我走，哎，就跟我走。妈，走，走。怎么，万峰那个废物还不答应解除婚约吗？是的，你做下准备，我准备在我的婚礼上宣布你就是新娘，让他成为全城的笑话。确定要这样吗？哎，会不会对他有点太残忍了？他的扫地生活就已经够艰难的了，你还让他这么难看？那都是他活该。我已经给了他体面离开的机会，是他非要癞蛤蟆攀高枝，那就让他承受一生中最大的羞辱。那看来我对这场婚礼还真是越来越期待，既可以娶她的女人，就可以看她的笑话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很好，就这么办吧。不，应该说是3喜临门。是吗？还有什么喜事？我来时已经接到了创世集团的电话，说会在我的婚礼上与我进行万亿投资的签约。等白总拿了创世集团的万亿投资，认了银龙大人做干爹，再和二少爷你喜结连理，到那时，万白两家必会如日中天，众生仰望啊！王神医，我的病情如何呀？老家主，你的肝肾衰竭之症实属罕见。我还有救吗？若是要救，非一人不可。谁呀？就是那位震惊过世界的传奇造神殿主龙皇。什么？龙皇？没错，龙皇乃当世最耀眼的天才，堪称神一样的人物。他在每一个领域都有让人望尘莫及的造诣。
在医学上也一样。他亲创的天地玄黄针，据说有起死回生之能。老家主的病，非他不能救了。可是那位龙皇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我们上哪里去找啊？我知道去哪里找。万凤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要回来与你和谈。你已经离开这个家10几年了，跟万家还有什么关系？怎么，怕我回来分家产啊？分家产？你也配？哎妈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哥哥虽然无能，但他毕竟还是姓万。他在大街上扫地赚的那点钱多艰难呀，想回来分点家产，给下半辈子买个低保，这也能理解。没错，我和他婚期将至，他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彩礼钱挣够，不然脸往哪搁呀？没事，佳倩，再怎么说你也是嫁入我们老万家，他丢得起这个人，我们万家可丢不起。你放心，彩礼的钱我会帮你想办法。谢谢二少爷。唉，同是亲兄弟，为什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有些人还真是没脸。真是一群小丑。你个弃子，你骂谁呢？哎呀，好了，别吵了。凤儿，你刚才说你知道去哪里能找到龙皇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在哪儿啊？你赶紧说，我让人去请。你赶紧说，我让人去请。如果你现在下跪给我妈道歉，再把万景山母子赶出万家，我会亲自出马，把龙皇给你请。这够了，万峰！你以为你这样吹牛就可以拿回万家继承权吗？万景山，不要用你的认知来衡量我。在你眼里如皓月般的万家，在我眼里屁都不是。是吗？既然不在乎，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这不是吗？老东西要死了，我妈要回来送最后一程，而且万家欠我的，我该要还是得要，要不是便宜你们母子了吗？好了，别争了。凤儿，你到底知不知道龙皇的消息啊？条件我已经开了，我知不知道，看你表现了。岂有此理！竟然还敢威胁你父亲！真是人穷志短，连孝道都没了。万峰，说真的，人穷不要紧，只要有尊严，就还算是个人。像你这样的自己无能，还要吹牛刷存在感，还敢顶撞自己病危的父亲，你这连人都不算。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白嘉倩，你还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。什么？我没有资格？我凭一己之力将白家推上名流，你一个只能在大街上扫地的弃子，竟然说我没有资格！我现在真的很怀疑，你还有脸出现在我的婚礼之上吗？你不用怀疑，我会给你惊喜的。哼，是吗？你还有能力给我惊喜？那就拭目以待了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立刻召开家族会议，我要决定万世继承人。好了，别争吵了，立刻召开家族大会，我要决定万世继承人。好哥哥，好戏马上就可以开始。那我等你继承万氏集团，风光娶我，可别让我失望了。万叔叔、王阿姨、二少爷，我们先走了。方文，我们走。白嘉倩，你今天和所有人都打了招呼，没有跟我妈打招呼。我就没打招呼，怎么了？你也配有意见？你对我无礼没有关系，但你对我妈无礼，我会很生气。是吗？生气了？那你千万不要解除婚约，或者放我鸽子不跟我结婚，我好怕呀。啊，佳倩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们不讲究这些繁文缛节。谢谢阿姨的大度，你可千万要劝你儿子，千万别因为这点小事而抛弃我。
我会很难过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白嘉倩，咱们婚礼见吧。我会让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谁跟谁不配。走吧，我的好哥哥，爸要开始宣布继承人了，你的好梦马上就可以实现了。今天把各位族人和股东召集到这里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我身体每况愈下，时日不多了，希望能够为万家选一个能够带领万氏集团走得更远一点的继承人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我这2个儿子，老大风儿书读完了，就在扫大街，这是我万家的一个孝义。老二谨慎，一直帮家族打理着企业，称得上是年轻有为。作为父亲，我不偏袒谁，今天就把这个继承人的位置拿给大家选举投票，大家意下如何呀？我支持爸的决定，虽然我的能力和声望都高于大哥很多，但他毕竟是我哥嘛，所以还是以叔叔婶婶的意见为准吧。董事长和景深真是心胸开阔，高瞻远瞩啊！是啊，在景深身上，我不仅看到了大将之风，还看到了万氏的未来。万氏的未来，万氏还有未来吗？岂有此理！万峰，你这是在诅咒万氏吗？没有，直觉而已。真是一点数都没有。能让你参加这继承人会议，已经是董事长对你天大的恩赐，你居然还如此出言不逊。就你们这些人啊，明明一肚子男盗女娼，却偏要装得道貌岸然。在你们对人对事的时候，到底有没有公平？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啊？有什么数？你以为你占着嫡子的身份，万氏就该让你来继承吗？绝不可能！万氏永不承认废物。对，万氏永不承认废物。万家不承认废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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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承认废物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差点忘了跟叔叔婶婶们说了。什么事儿啊，景深？啊，就是前段时间呀，景深有幸认识了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。银龙大人说了，他到时候会关照我，所以一旦我接手万氏，必定能够带领万氏走向腾飞。你想多了吧，景深？创世集团不会关照万氏的。创世集团关不关照万氏，难不成你说了算呀？没错，就是我说了算。创世集团关不关照万氏，难不成你说了算呀？没错，就是我说了算。大哥，你是疯了吗？难道你忘了自己还是个清洁工了吗？好了，不废话了，现在就开始对继承人举手投票。赞成万峰作为万氏的继承人的，请举手。哎，等等，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们带着偏见选错了人，导致万氏股价大跌，可得自己承担后果。什么？你是说不选你的话，会导致万氏的股价大跌？我没这样说，但不排除这种可能。我的好哥哥，你一个臭扫大街的，也能影响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价？你是得了妄想症了吗？还真把自己当谁了呀？好了，不废话，支持万峰的，请举手。我才不会偷他，什么东西？
万丰大少爷继承权0票。哥哥，威武呀！不是吧，哥哥，你落选了，居然还笑得出来？好玩的游戏，继续吧，你们。赞成景深成为万家继承人的，请举手。我赞成。赞成。我支持。我支持。我支持。感谢各位叔叔婶婶们的抬爱。我说了，我一定会带领万氏走得更远、更辉煌。二少爷景深继承权全票。好，我宣布，老二景深成为我万氏的继承人，万氏集团新任董事长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都坐吧。我的好哥哥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说不选你就会导致万氏的股价大跌。哪儿呢？你别着急啊。执行 B 基计计划，目标京海，买光 C 股，在地位座仓，谁抢滩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蟒雀吞龙，全灭掉。蟒雀吞龙，全灭掉。好戏开始了，一个清洁工送给万氏的礼物，希望各位笑纳。装模作样，你别告诉我你一个臭清洁工还懂股票呢。哎，一听啊，他就是个门外汉，连股形图都不看，张口就来。哎，你难道自己不知道买股票是需要做曲线分析的吗？二叔，他一个臭扫大街的，都没机会接触股票，怎么会知道买股票还需要分析啊？这种人竟然出自我万家，真是我们整个家族的悲剧呀！你们高兴就好，我先走了。滚吧啊！滚得越远越好。哎，出了这个门，千万别说自己姓范。对了，2天后是我和白嘉倩的婚礼，我在帝王楼那杯跑酒，希望各位叔叔婶婶能给我赏脸，希望不要嫌弃啊。什么？你要在帝王楼举办婚礼？哎呦，真是笑死个人了！哎，你知道帝王楼是什么地方吗？那可是我们大夏都最顶级的9星至尊酒店，最低消费100万起。你就算扫一辈子大街呀，也踏进不了帝王楼的门槛，还敢说在那儿办婚礼？哎，二叔，人家想装个逼，就不要拆穿人家嘛。没选上继承人，大哥这心里啊已经深受打击了。吹个牛，挽回一点可怜的尊严，人之常情。难不成还真让他跳楼自杀呀？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万氏的股票下跌了90%？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？万氏的股票下跌了90%？大哥，万氏的股价真的下跌了？怎么可能？一个臭清洁工怎么会让万氏股价大跌呢？文峰，你站住！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呀，我只不过是叫我的下属买几只股票而已。怎么，影响到万氏了？你的下属少在这装腔作势了！你一个臭扫大街的，你也有下属呀？爸，你别被他给唬住了，他就这么随口一说，碰巧而已。就是一个扫大街的都能够商业狙击上市公司，金融界岂不是乱套了？问题是万氏的股票下跌90%，合作商和银行会察觉如此大的波动，他们会立即对万氏进行相应的制裁呀！怕什么？你们新选的董事长，我牛逼弟弟，不是有着创世集团的关系吗？
去找创世集团解决啊！什么商业狙击，这不小菜一碟吗？对，没错。爸，我回头就给银龙大人打电话，让创世集团帮忙。这都小事儿，小事儿啊。行，那没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希望你们万事在我弟弟的带领下能够兴旺发达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你的婚礼我也会亲自到场庆祝，到时候我还会送你一份意想不到的大礼。送吧，我照单全收。刚才他打的电话堪称股神级狙击啊！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哎呀，爸，你还真相信一个臭扫大街的会这种绝杀式的商业狙击啊？我也不信啊！但是我从他的脸上、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可怕的自信。立刻传令，创世集团严禁与万家牵扯任何商业关系，若有违背，格杀勿论。立刻传令，创世集团严禁与万家牵扯任何商业关系，若有违背，格杀勿论。现在我又怀疑那位救命恩人到底是不是龙皇。为什么？他若真的是龙皇，那万家又岂会只是一个小小的金海门阀呢？你没看出来，其实万家并不待见他吗？他凭什么要帮万家崛起？但是他若真的是龙皇，又为何甘愿会扫大街？而且一扫就是几年。我认识一个演艺圈的天王，他说他每天出门都会被围堵，就连睡觉都有摄影机在偷拍，跟女人多说一句话都会被传出绯闻，已经严重的失去了自由，活得如履薄冰，太累了。明总，您这么说我能理解了。若不然，有举手投足间击败你的本事，到哪里不能成为王者？为何还要在大街上扫地呢？因为名利对他来说犹如粪土，唾手可得。确实。走吧，去看看。张家家主送贺礼100万，哎呦，祝白总裁新婚大喜。刘家主送贺礼300万，祝白总裁大喜。万盛集团王董事长送贺礼1000万，祝白总裁新婚大喜。哎呀，我说亲家母，你们家也太磕碜了吧！今天大喜的日子，连个送礼的人都没有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呢是万峰的工友，他邀请我们来参加他的婚礼，这个是邀请函，你们看，是我请他们来的，让他们进来。来，进来。来，我进来。来，妈，这些都是我的工友们，这位是我妈。阿姨好，欢迎欢迎。万峰，你真厉害，居然能在这帝王楼设宴，恭喜了。我们呢也没什么钱，这500就当做干人情了。帮我写300，来，万峰，我也300，来，帮我也写300，我也300，来，还有我，谢谢谢谢，还有我的300，帮我写300，我也300，帮我也写，我也来300。行，谢谢你们。然后里面坐，等着开席吧。来，这边请。好。哎，等等，万峰，你是疯了吗？啊，什么阿猫阿狗都往里边请。阿姨，他们都是我的亲朋好友，来祝贺我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什么牌面？9星级帝王楼，
在场的哪个不是商界名流、豪门世家呀？你叫着一群清洁工在这里，你是想气死我吗？清洁工怎么了？清洁工不是人啊！是人，是人也分3、6、9等，不同阶层。我们白家女儿是上流社会的媳，你请一群清洁工来，你这不是在侮辱我吗？你不要脸，我们白家还要脸呢！哎呀，我当初就反对佳倩嫁给他的。哎呀，那他当时不是万家大少爷吗？谁知道现在堕落成这样？哎呀，亲家母呀，您消消气。风儿啊，也是一片好心，他想着，既然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就多叫点人来热闹一下。这些呀，都是他一起工作的朋友，来的都是客，您就别计较了。坚决不行！今天要是这些泥腿子在啊，这婚就别结了。算了，万芳，我们这确实有点寒碜，就不扫你们兴了。恭喜恭喜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万芳，恭喜，我们先走了。等等，不要走！等等，不要走！万芳，还有啥事儿吗？你们能放下手里的活儿，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就是我的好兄弟。如果有谁瞧不起你们，就等于瞧不起我。就算今天不结这个婚，我也必须让你们在这里吃席。行。万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非要给我作对是不是？你是想气死我吗？我说白老板，你女儿多优秀啊，她一个万家妻子哪能配得上？这种态度，要我根本受不了。就是，我听说万家主已经宣布2少爷景深继承万家，他已经彻底失宠，沦为平民。佳倩嫁给他，简直就是糟蹋。我也劝过佳倩让他撕毁婚约，可是他非要坚持。白小姐这么深情，哎，可惜呀！反正我不管，今天要是不让这些清洁工滚蛋，就算我死也不让佳倩嫁给你。算了，万芳，不让你为难了，我们走。哎，不要走，回去，回去。没事了，万芳，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大家都不会怪你的。这白家大小姐确实很优秀，你娶了她，我们大家都为你开心呢。但是如果因为今天，因为我们你没结得了婚，我们大家都会内疚的。是的，万芳，我们都是乡下人，被有钱人吆喝也习以为常了，不是什么事儿，不用在乎我们的。是啊。大毛，二狗，都别说了，今天我必须让你们在这里吃席。这个酒店是我定的，在这里我说了算。这个酒店是我定的，在这我说了算。哈，你说了算，那就散伙。通知佳倩，这婚不结了。对，我这就给佳倩打电话，这婚不结了。哎，亲家公，你别激动啊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嘛。好说什么呀？也不找个正子照照自己，什么东西？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丧家犬，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白家面前叫嚣？哎呀，这。什么？他这么作死吗？我现在就去。哎呀，凤儿，快赶紧给叔叔阿姨认错道歉。是他们仗势欺人，侮辱在先，为什么要我道歉？哎呀，你这孩子脾气咋这么倔呀？他们可是你一辈子的指望啊！算了，阿姨，我来道歉吧。对不起，白先生，是我们不懂礼数，扫了大家的兴，还请您不要怪罪万芳。我们这就走。大毛，你干什么？错的不是你们，为什么道歉啊？哎呀，万芳，我们知道你人好，但是娶了白小姐是你翻身的机会啊！我们大家也真心希望你以后能有一个好的发展。你发财了，也好拉扯我们这帮兄弟，是不是？发财？别吃胖了！我已经给佳倩打过电话了，她马上就过来处理。万家妻子，就慢慢后悔去吧。这婚不结了是吧？那就散了吧。我这就走。来，别散场啊！婚礼继续。别散场啊！婚礼继续。
好哥哥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的大礼还没有送到呢。伯父伯母，侄子万景深特来道喜。好。钱管家，礼单。是少爷。万氏集团恭喜白家千金出嫁，特随礼如下：价值1000万明朝八骏图一副，价值800万金海紫气东来别墅一栋，价值3000万限量版劳斯莱斯1辆，以及现金1亿。还是二少爷有格局有出息，真是想不到，他为一个父亲，这有些人呀就是个废材，一无是处。哎，伯母，你也不能这么说，我这位大哥其实还是挺有本事的。哎呀，二少爷，您说笑了，他一个扫大街的能有什么本事呀？这扫大街不就是本事吗？这扫大街呀，很辛苦的，我可干不了。就从这一点来讲，他就比我有本事啊。能吃苦，那不是下等人都能的吗？哎，要依我说呀，当初呀就该让佳倩和景深少爷你订婚才是。对，以我们佳倩的成就和你的地位，郎才女貌，强强联手，多好呀！阿姨，一把年纪了，你可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。阿姨，一把年纪了，你可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威胁我吗？算是提醒你，做人不要太势利，至少给自己留点底线，不然到时候让自己下不了台，多不好。你说你会让我下不来台？你以为你还是万家大少爷呢？不是了，你已经被万家放弃了，弟弟才是万家的继承人。区万氏继承人，从来不在我的眼里。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放心，今天这里所有人，整个京海都将会知道我是谁。那个时候，你们会恨自己眼瞎的。什么？你竟敢骂我眼瞎！我今天要不抽你，就对不起我脾气啊！你都肝硬化了，还发这么大脾气，你不怕死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肝硬化了？我知道的，你无法想象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在我家安装了监控器？我昨天晚上才从医院拿回来的结果，你怎么知道？没想到呀，我的好哥哥，你还有这样的癖好，喜欢偷窥自己丈母娘啊！这也太不是人了吧！竟然对自己丈母娘下手，乡下人果然素质差。看来白小姐今天的婚事真不能结了。你个清洁工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你要不说，我就帮你抓你了。你个清洁工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你要不说，我就帮你抓你了。亲家母，凤儿她也就那么一说，你咋当真呢？她天天扫大街，哪有时间去你家偷窥啊？就是啊，万福天天跟我们一块干活呢，我们大家都能作证啊。天天跟你们一起干活，那晚上也跟你一起干吗？妈，怎么了？爸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就说了，这种已经沦为底层的人嫁不得，你还不信？你看，他竟然在咱们家装监控来偷窥你妈妈。什么？你竟然敢在我家装监控？饭可以乱吃，但话不能乱讲。那你怎么解释知道我得了肝硬化的事？我从你的脉象看出来的，除了肝硬化以外，你还少经，经期不调，有时候半月就来，有时候2、3个月都没有。老中医给你开了很多治宫寒的药，但都没用。每次经期来时，你先是腹部剧痛，后是乳房剧痛，生不如死，我说的没有错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善岐黄之术。是吗？你能治吗？如果能治，今天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我给人治病全看心情，还从没人跟我讨价还价提条件的。够了，万峰，不要再用你那些下流的江湖把戏骗人了。
爱信不信，随你吧。到时候别求我就行。先不说这个，谁让你把这些清洁工请到婚礼现场的？先不说这个，谁让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清洁工请到婚礼现场的？我结婚当然是我请来的，还要谁让吗？你请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，我是什么身份吗？你是存心让我难堪是吧？你和我定亲时，白家不过微末家族。你父亲在工地打混凝土，这几年你有了机会，白家发迹，怎么？一转眼你就瞧不上清洁工了？白家倩，我认识你时是看你善良单纯，所以不介意你的出身，我也不建议我父亲生气。以万家大少爷的身份和你定亲，那是你这一生幸运的开始。然而，你不再是当初的你，你也会失去我，失去这庇佑你几年的幸运。你说什么？我白家崛起是靠你庇佑，你还看不上我了？我看他真是疯了，一个背靠万世都无所作为的废物，也敢小看刚刚跻身商界新贵的白大小姐。我真是忍无可忍，完全忍无可忍。万二少爷，爸妈来了吗？啊，应该快了吧？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说稍微准备一下就过来。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别打了，来了来了。老朽身体不好，来迟了些，还请亲家公、亲家母恕罪啊！还请亲家公、亲家母恕罪啊！亲家，你可算是来了！你这不争气的儿子，你差点把我给气死！亲家母，他怎么了？你自己看嘛，我们大家族联姻，他竟然喊了一群清洁工来，差点没把我们脸丢尽呢！佳倩刚才还以为这事跟他吵呢。家门不幸啊，生出这种不争气的玩意儿，真是没有回头路。不然我会在生下他之前，把他再硬塞回去。万三千，你说话讲讲良心，你是靠我们赵家起事的，后来我们家示威，你就把我踹了，娶了狐狸精。亲生儿子你都赶出家门，还说他没用。你欺负我也就算了，还敢这么说凤儿，我跟你没完！妈，你说谁狐狸精呢？信不信我抽你？谁敢打我妈，我就让谁死！别逼我杀人！岂有此理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难道你不知道？我儿子现在已经是万家的继承人了吗？儿子，赶紧找人过来处理他，帮妈出了这口气。妈，别生气，你是有素质、有修养的人，更是万世继承人的母亲，不像哥哥，他只不过是一个清洁工而已，你跟他较什么劲？听见了吗？我儿子多有素质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好了，佳倩妹妹，婚礼应该准备开始了吧？嗯。开始吧。兄弟们，入座吧。行。各位亲爱的来宾，欢迎大家来参加万峰先生和白佳倩小姐的婚礼。现在，等等，我打断一下。白小姐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刚才主持人说错了，今天的新郎不是万峰，而是他的弟弟，万家二少爷万景深。白小姐，你这怎么回事？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来说。是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今天的婚礼事出有因，我想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首先，确实在几年前，我与万峰先生都有婚约，
不过大家也都知道，那个时候他是万家大少爷，大学刚毕业，有一腔抱负，那是一个男人身上最迷人的地方。我相信，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够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当然我也不例外。万氏集团老爷子用心良苦，把他送出去磨练，希望他能用实力证明自己，好接手庞大的万氏集团。但是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，5年了。他依旧在无能的扫大街，竟然和一群清洁工称兄道弟。终于，万氏集团老爷子失望至极，只好选了2少爷作为万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曾经高高在上的万峰先生也跌落尘埃，所以他根本配不上我5年的期望与努力。我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，但我也绝不能把一生的幸福毁在一个平庸且没有追求的男人身上。所以今天我要毁了万峰的婚，嫁给万2少爷。大家是能理解的吧？好，我支持。支持。我们也支持。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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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。女儿，你终于开悟了。我那么劝你，你是人中之凤，怎可落于污水泥潭？万峰连个你提鞋都不配，何况娶你？穿得好。万峰先生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万峰先生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说你是人中之凤，我是污水泥潭，给你提鞋都不配。难道不是吗？是。白嘉倩，你大概不知道吧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而我，你眼中的清洁工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清洁工。我的身份地位大到你不可想象，值得你用一生来拥抱。万峰，我已经把你踹了，这么吹牛有意思吗？你以为吹牛就能挽回你那可怜的自尊吗？像你这种无能且不知上进的男人，就该被命运抛弃，就该承受一生的羞辱，就该抬不起头，活该沦为别人的笑话。你说我沦为别人的笑话？非我狂悖！今天在场的所有人，哪一个有资格敢看我的笑话？哎呀，我的好大哥，你还真是会自欺欺人呐！你居然说今天在场的人哪一个人敢看你笑话？你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，你说今天在场的哪一个人不能看你的笑话？2少爷，其实他这话说的也没毛病。哦，是吗？你看他请来这几个清洁工，都是和他一样的乡巴佬，就没法看他笑话呀。也是。哦，我总算是明白他为什么非要喊这些清洁工过来吃席了，合着是来给他做陪衬呢。喂，这位老板，我们虽然是清洁工，但也没吃你的饭呀。你不要就张口羞辱我们，好不好？是吗？你说我羞辱你？你话里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？别说羞辱了，打你了又能怎么样？别说羞辱了，打你了又能怎么样？找死！万峰，你个妻子，你敢打我！再不收敛，别说打你，我要你的命！爸，你可都看见了，是他先跟我动手的，就别怪我跟他手足相残了。今天我非得弄死他！保卫他！二少爷，什么吩咐？他居然敢打我，把他给我抓起来废了！是你打的二少爷是吧？保安大哥，你别误会了，是他先打的我。打你？打你怎么了？这么高档的酒店，谁让你进来的？赶紧滚开，不然连你一起抓了！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你说什么？我说瞎了你的狗眼，连主人都不认识了。我说瞎了你的狗眼，连主人都不认识了。主人？谁是主人？你说你？今天是我在这里举办婚礼，这个酒店是我包的，不是我还是谁啊？
哈哈哈！你还真把自己当人了？你当我不知道？二少爷才是万世继承人吗？你一个被豪门退婚的清洁工，也好意思在这里装逼呢？哼！别跟他废话了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慢慢收拾他。是，抓起来。朋友们，今天谁要敢动万峰，咱们就跟他拼了！对，他们敢乱抓人，就跟他们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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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虽然无权无势，身份卑微，但也容不得被人随便欺负。一群泥腿子，成心跟老子过不去是吗？万峰可是你哥，你占了他继承人的位置，又抢了他老婆，又想吃干抹净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！他妈的，一群土鸡瓦狗，也配跟老子讲道理？行，既然你们非要找死，老子就成全你们。老子现在就打电话喊道上的人过来收拾你们。哎，屠夫哥，我被人打了，麻烦你带几个兄弟来到帝王楼。哎，好，谢谢屠夫哥。你们都给我等着，等屠夫哥一来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。你们就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。兄弟们，下去！景深，你们都是亲兄弟，没必要闹成这样啊！凤儿，你赶紧给你弟弟道歉，咱们走。这个婚不结也罢，千万别出事儿啊！妈，你放心，没事儿。别说今天这里的人，就算整个京海，也没人动得了我。吹，你就使劲吹！你大概是不知道屠夫哥的威名。我告诉你，在他手里，人比猪狗都不如。看他待会儿来了怎么屠了你！二少爷，算了，没必要跟一个扫大街的计较，让他走吧。还有这么多宾客等着祝贺我们，怠慢大家不好。行啊，那这样，那就让他跟这些泥腿子们给我跪下来，扇耳光道歉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他们。听到了吗，万峰？还不赶紧照做！天地都不能让我跪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够了，这是在给你台阶下，你还非要自以为是。你自己活得不耐烦，还要拉着这些清洁工跟你一起死，是不是？你没看到你妈有多着急吗？佳倩，你别管他了，他就是这种人，屁本事没有，还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他非得吃了亏才会知道长记性的。万峰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自己非要作死，那你就自己承担后果。凤儿，听佳倩的，赶紧给景深道歉，咱们走。妈，他干了这么多不是人的事儿，还想让我给他道歉？我今天不在这里废了他，踏灭万家，就显不得我本事。不要！你说什么？废了我，还踏灭万家？你真是要笑死我了！你是没有在镜子里照清楚自己的身份吗？一个万家继子，扫大街的清洁工，你有什么资格敢如此狂悖？幸好万氏集团老爷英明啊，将他赶出了万家，要不然整个万氏都要废在他手里。万氏集团老爷是有眼光和魄力的，要是把万氏交到他手里，明天就得败落。哼，好啊，你们这群趋炎附势之徒，真是有眼不识真龙。等会儿我就亲自挖了你们的眼睛，让你好好的把我看清楚。哟，还好好把你看清楚，你不就是万家的弃子，扫地的清洁工吗？哼，你还能成精啊？你会知道的。见过万先生。免礼。世界各国元首和巨擘已抵达，正往京海赶来参加您的婚礼，需要派人迎接吗？不必了，都是熟人，没必要这么客气。是。等会儿，刚刚他说什么？各国元首和巨擘会来参加他的婚礼？哎，各位，
我没听错吧？他是这样说的吗？二少爷，你没有听错，他真是疯了，什么样的牛他都能吹出来。估计一会儿啊，他得说自己是灶神殿的龙皇了。估计一会儿啊，他得说自己是灶神殿的龙皇了。宁小姐，机会来了。什么意思？白嘉倩那个蠢女人居然退龙皇的婚。你说什么？他们都以为龙皇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，各种嫌弃。白嘉倩当场宣布要悔婚，然后嫁给龙皇的弟弟。你说的真的吗？我一直都在里面看着呢。现在我完全确定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清洁工万先生，就是灶神殿的王者龙皇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在那些人的群起攻击之下，万先生一直从容淡定，完全就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场。我从未在一个男人身上见过那种疾风骤雨之中云淡风轻的气质。很好，无论他是不是龙皇大人，他都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隆重的厚礼我已经备好，我现在就去向龙皇先生求婚。兄弟们，有人闹事儿，快！赶紧，快！屠夫哥，你来了！谁敢打我兄弟？给老子滚出来！就他，就你，敢打万家二少爷？你不趁早滚啊！下一个挨揍的就是你。你说什么？要揍我？哈哈哈哈哈！兄弟们，听见了没有？他说他要揍我。景深，他什么来头？居然敢如此的大逆不道！屠夫哥，他就是我们万家的那个弃子，现在呀，在那扫大街呢。那就难怪了，一个臭扫大街的，没听过我的名号，说出这种违背祖训的话，也可以理解。好，现在我就正式的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姓涂，叫涂某。小时候追着猪砍，长大了追着人砍。然后我创立了一个帮派，叫做斧头帮。江湖上兄弟送我一个外号，叫做屠夫。好，可以给你看一下。看到了吗？这把斧头的这儿都染成了红色，知道这是为什么？那是砍的人多了，都是血。温先生，我受不了他了。自己滚！自己滚！臭小子，你敢打老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砍死他！不要怕，砍我，照这儿砍！臭小子，我可告诉你，我是跟京海豪爷的，你要是与我结仇，那就是得罪了豪爷。豪爷，你是说郑子豪？你也知道啊，豪爷是京海首富伯金汉大佬，我要是把他叫过来，分分钟就能让你从京海消失。还在嘴硬，可不废了你！等等。温先生，那既然是郑子豪的狗，就让他收拾吧。他若收拾不好，就连他一起收拾。够了，万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不甘，但是木已成舟，你我之间的差距太大，已无可能。你还是好好的接受现实和命运吧，不要在这里无底线的捣乱。不要在这里无底线的捣乱。你说是我捣乱？难道不是吗？白嘉倩。你现实，你势力，我都能理解。人嘛，总有虚荣，有私心。但你要是眼下，我是真瞧不起你。明明是你悔婚在先，万景深挑衅我在后，我只是顺便教你们做人。你说是我捣乱？不是你捣乱，那
那这些清洁工是谁喊来的？我喊来的，他们是我的工友，我的朋友，我喊来喝喜酒有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们不配。白嘉倩，收起你的高傲吧，真的，我为你感到自卑。你为我感到可悲。我用5年成为金海商圈炙手可热的新贵，身价上亿的总裁，你一个扫大街的为我感到可悲。要点脸吧，白嘉倩！要不是有万先生帮助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条街上卖臭豆腐呢。什么？他帮我？你以为呢？你以为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的那些机会，不过都是万先生的刻意安排而已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毫无能力，竟然说自己帮我，真是令人恶心。正手扶刀！哈哈哈哈！豪爷来了，你们等着死吧！豪爷，您来了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兄弟万氏集团的2少爷，有人跟他动手，我是来帮他平事的。没想到对方是个练家子，我干不过他，只好有劳豪爷的兄弟了。哦，谁这么好？就是这个丫头，还有这个该死的清洁工，他们是一起的。盛子豪拜见吴界先生。他是你的人？啊，对，平日里帮我跑跑腿。怎么，他是哪里招惹到了吴界先生吗？得罪了我都是小事儿，但是他说要灭了万先生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什么？他要灭了万先生？万先生在哪？哪位是万先生？别找了，我就是。有什么指教吗？拜见万先生。万先生恕罪，恕我管giáo无方，我现在就去处理。豪爷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她不过是一个万家的妻子，一个臭扫地的，哎，你干嘛对她呀？你给我闭嘴！豪爷，你干什么打我呀？可冒犯万先生，给你9条命都不够。来人，拖下去，双腿给我打断，丢进火葬场！拖出去，滚！豪爷饶命啊！豪爷饶命啊！滚！已经处理，还请万先生恕罪。冒犯了万先生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吗？我知道，我自断一臂，您看可以吗？你今天是来参加婚礼的吧？啊，是。既然是来道喜，那我就饶你一命。多谢万先生，多谢万先生，快上礼单！金海首富郑子豪恭贺万先生新婚，特送贺礼如下：价值50亿万氏集团秦朝青稞剑1把，价值30亿汉王朝玉玺1个，价值10亿宋朝兵书1卷，价值10亿私人定制客机1辆，外加现金100亿。还请万先生收下。白家悔婚了，不必了。什么？白家悔婚了？没错，高高在上的白小姐说我是卑微的清洁工，配不上她，当场就悔婚了，然后选择了万景深为新郎。她要嫁给万景深？万景深算个什么东西啊？郑首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万峰不过是我万家一个弃子，我万家对他尚且失望之极啊！你为何对他如此的畏惧，还把他与我为敌啊？你是说万先生是你万家的妻子啊？是的，我让他出去历练5年了，他只是在扫大街，我万家的脸都给他丢尽了。若不是如此，佳倩呐，怎么会悔婚要嫁景深呐？细菌有眼无珠的东西！万先生乃是天上皓月，即使尔等能够冒犯你们万白两家，还是主动从京海出名吧？是吧？郑首富，你让我们从京海出名？来，不只是万白两家，万先生还有什么吩咐的吗？今天这里所有针对我的人，都得从京海出名。狂妄！
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口气如此之大！就是，今天在场诸位，谁不是称雄一方的商业巨鳄？你有什么能耐，能让我们都从京海出名？怎么，你们这是不服吗？那就更上一个！真好！你不要以为你是京海的首富又如何？你要知道，我万家真正的靠山可是北都名家。你是说，你背后的靠山是北都铁家族名家？那是当然，你不过是京海的首富，名家可是全国首富。你和名家比起来，不过就是小巫见大巫。郑首富，你是不是被万峰给蛊惑了？蛊惑？什么意思？我跟他订婚5年，对他最了解不过。他平庸无能，最擅长吹牛画饼。老师跟我说，总有一天会让我对他刮目相看，会把世界上最贵的王冠给我，会让我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可是5年了，他不过是个清洁工而已。白小姐，你看错万先生了，万先生说的都是真的。郑首富，你醒醒吧！万家主是他的父亲，景深是他的弟弟，他们是一家人，比谁都更清楚他的本事。如果不是对于他的过于了解，知道他这辈子已经没有指望，我也不会当众悔婚，选他的弟弟做我的新郎。郑首富，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这些就是你口中这位无比尊敬的万先生在工地上的工友，他居然把帝王楼当成一个工地，喊这些不入流的清洁工过来吃席。够了！万先生是什么人，我比你们更清楚。你们这些冒犯万先生的人，我劝你们最好主动离开京海，否则等万先生动手，你们都没有后悔的余地。甄子豪，你这是非要脑子一根筋啊！为了他，要与我们整个京海商界为敌吧？就凭你们一群乌合之众，还妄想代表整个京海商界？别忘了，我说过，万家背后的靠山乃是北都名家。就是郑子豪，你就知道在我们面前耍威风，在北都名家面前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苍友，你再说一遍试试！哎，算了，他们既然仰仗着北都名家，那不妨就让他们把名家喊出来，看能灭得了我。行，你们要作死，我现在就给名家打电话。北都名家大小姐到。名大小姐到。这就是北都明小姐，大夏第一豪门呐！听说明小姐倾国倾城，家底雄厚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明小姐，您来了，感谢您万里迢迢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。你儿子是谁？景深啊，赶紧啊！见过北都明大小姐。明大小姐好。滚开！让你滚开，没听见吗？赶紧让开让开，别挡了明大小姐的路啊！快，请。北都名家明月心特携聘礼向万先生求婚，求万先生与我喜结连理。上礼单。是。名家辖下36省，价值1000亿房产。1000亿房产。名家名下价值1000亿，航空公司和军工厂各一个。航空公司和军工厂。名家名下价值万亿，市、农、工、商4家银行。什么？直接送4家银行？银行。整个名家名下价值10万亿，51%绝对控股股权。什么？整个名下绝对绝对股权。一点心意，还望万先生能成全我的一片真心。明大小姐，你是不是搞错对象了？她只是我万家的一个弃子啊，景深才是我万家新任的继承人啊！哎呦，你
敢质疑我的眼光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明大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是你们有眼不识真龙，你们冒犯了万先生，就是冒犯了我明家。明大小姐，我不服。你有什么不服？万峰原本是我万家的大少爷，却整天碌碌无为，去大街上扫地，反观我只手撑起万家，成为万家的继承人，年轻有为。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选择我，而选择他呢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与万先生相提并论？明大小姐，我想说句公道话。你又是谁？我是今天婚礼的女主角，白氏集团的总裁白嘉倩。你想说什么？二少爷说的没错，他确实比万峰优秀。若不然，今天本来是我和万峰的婚礼，我也不会临时悔婚，选二少爷作为我的新郎。所以我想知道，是不是万峰用了什么手段，把明大小姐您给骗了？他没有骗我，是你自己瞎了眼，认不得真龙。他没有骗我，是你自己瞎了眼，认不得真龙。怎么可能？他就是一个扫大街的，怎么可能是真龙？就是啊，万峰，你自己说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骗了郑首富和明大小姐？白嘉倩，你的愚蠢就在于，就连这些比你厉害千百倍的人都不信。你觉得这些人会比你蠢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不甘。什么？我不甘？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真龙了？谎话说多了，连自己都信了吧？俗话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自己看看，你每天和这些人待在一起，跟这些泥腿子一起，还说自己是真龙，谁信呢？你可以不相信，不过游戏才刚刚开始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万先生，还是不要跟这种愚蠢的女人多说了。您的救命之恩，我还没来得及相报呢。我请求你答应我的求婚，以后我会好好的陪着你，比这个愚蠢的女人对你好千倍万倍。明大小姐一片真心，求万先生答应吧！求万先生答应吧！求万先生答应！妈，你觉得这个媳妇怎么样？这，风儿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没有在做梦吧？不是做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媳妇不错的话，我就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太可以了。谢谢阿姨。那万先生，您的意思？好，我也了解过，当世没有比你更好的女人。那今日我便答应你的求婚。那今日我便答应你的求婚。好，谢谢万先生，以后我明家必定以你为尊。互相尊重。过来，我带你去属于你新娘的位置。好了，现在该到我宣布了。北都名家明月心小姐，才是今天婚礼上的主角，我的新娘。好，万峰，你要搬出豪门到别处去。今天是我和二少爷的婚礼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这是你和万景深的婚礼？当然，你别忘了，我已经和你解除婚约，现在我的新郎是二少爷。你呀你，竟然忘恩负义到都忘了这酒店是我订的吗？你定的又能怎么样？我差这点钱吗？现在我就把钱付给你，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在这里和二少爷完成婚礼。你要攀附明家的豪门到别处去。跟我老公说话，闭上你这张令人憎恶的嘴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怎么，你一个小小的白家，
还敢跟我明家对着来不成？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白家从京海除名？怎么，你一个小小的白家还敢跟我明家对着来不成？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白家从京海除名？嫁给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，你拽什么拽？我跟你说了，我明月心的丈夫不可辱。再有下次，我要你死！你算了，亲爱的，咱们去别的地方举办婚礼。明家咱们斗不过。佳倩，我们输了，走吧。北都明家，咱们惹不起呀。有什么惹不起的？你们别忘了，我已经和创世集团谈成了万亿投资，今天他们就会在我的婚礼上签约。还有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将会认我做干女儿，带我见龙皇大人。到时候，他一个首富名家算什么东西？对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我们还有银龙大人和创世集团的关系，明家跟创世集团比起来，明家算个屁呀！姓明的，我劝你赶紧给佳倩道歉，不然待会儿等银龙大人一来，灭了你们明家！对，赶紧给我女儿道歉，要不然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不放过你！对，我们支持白总裁，让明月心给白总裁道歉。向白总裁道歉还不行，他藐视我们整个京海商界，还要向我们整个京海商界道歉。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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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敢逼明小姐试试？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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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敢逼明小姐试试？怎么了，小妞？你也想跟造神殿为敌吗？就凭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土鸡瓦狗，也配抱造神殿的大腿？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是等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一来，你们就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。哼，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万峰，你放肆！银龙大人可是创世集团在京海的负责人，你敢骂他，灭你九族都不为过。哦，仅仅是创世集团在京海的一个负责人，难怪我不认识啊。怎么，你的意思是银龙大人的身份不够资格认识你啊？没错，他的身份地位连见我面的资格都没有，自然是没有知道我在创世集团对高层的训话，让他们不要耍大牌，不要恃强凌弱，仗势欺人。看来这个银龙没有遵守我的规矩。够了，万峰，收起你那点可悲的自尊吧。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吃上了明家的软饭，但银龙大人是我干爹，你对他不敬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对我不客气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我不客气啊？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。什么？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？你有什么资格给我这一切？还是说，现在我住的别墅是你扫的地呀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们白氏集团拥有的第一笔3000万投资，是不是万城首富吴国栋给你投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是因为我让他投给你的。你说我知不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是因为我让他投给你的。你说我知不知道？什么？你让他投的？万峰，你还要脸？吴先生投我之时，正是你被万家赶出之日。在外求职，但凡你有一点能力，也不至于什么工作都找不到，只能去扫大街。就是，你也就是现在才攀上明家的高枝，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了？你们错了，我嫁给万先生是我高攀，你们不要再诋毁万先生了。但白家是我一手经营起来，他说是他的功劳，毁我清誉当然不行。我就知道你不相信，那你现在就可以给吴国栋打电话，自己去问他。好啊，打就打，我还给你脸了。记得开扩音器。喂，小白。吴总，
我有一些事想要打扰你。不要这么客气，有什么话直接说，能帮你的必竭尽全力。吴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5年前您给我的第一笔3000万的投资是您自己的意思吗？这个，小白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因为今天有个不要脸的人说是他吩咐你，我想拆穿他，打他的脸。是吗？这个人是谁啊？他就是我的前未婚夫，万家气死，万峰。他就是我的前未婚夫，万家气死，万峰。什么？是万先生？怎么了，吴总？您认识他？当然认识，我吴国栋今日能坐镇万省首富的位置，全是拜万先生所赐。万先生对我可谓有再造之恩，我岂会不认识？什么？您是说您的首富位置是万峰给您的？我没听错吧？我好歹是一省首富，这种事岂会戏言？可是，在万家，连他亲爹都不认他，整个家族都瞧不起他，他只能沦落去扫大街，怎么可能会提携吴总您啊？哎，小白，你这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万先生乃当今奇人，只是不爱以名利而已。我虽不知他的来历，但我知道一点，他的商业头脑简直出神入化。当时我的公司正在破产边缘，只听了万先生几句话，立马扭亏为盈，起死回生，而且迅速问鼎巅峰。太神了，太神了！在老夫一生所遇之人中，万先生可称为神话。那5年前的3000万投资也是他吩咐您的？岂止这3000万是万先生吩咐我投的，后面多次投资，帮你完成战略分析，击败竞争对手，甚至白氏集团的上市策划，全是万先生暗中指点授意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哦，不对，刚才小白你好像说万先生是前未婚夫，你们分了？是的，我们分了。万先生有经世之才，吞天之功，却对你用情至深，以命相护。既然没有把握好他，白家将衰啊！你好自为之吧。万峰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能量？现在你该相信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了吧？你竟然还有脸说我配不上你，瞧不起我！如果你真的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会成为万家的妻子？为什么会去扫大街？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帮我？我们认识有10年之多了吧？是。怎么了？那你知道为什么5年前我才和你表白吗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发现你因为白家没落的缘故，你和你的父母遭到了很多人的歧视，你心里很自卑，而且没有安全感。你一直在说想找一个普通人过日子，一直陪着你就好。5年前，我是真的喜欢你那份纯真，鼓起勇气和你表白。你仍然觉得配不上我，怕失去我，我不想你活在这种不安全感中。于是，我借着万三清要放逐我的机会，离开万家，成为一个普通人，在暗中的帮助你，成就你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你有成就之后，居然膨胀到高高在上，瞧不起我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你有成就之后，居然膨胀到高高在上，瞧不起我。所以你是为了给我自信，给我安全感，所以选择在背后帮我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宝贝儿，别听他瞎说，他在这编故事呢。你还真是好忽悠，你真觉得他很强，很有实力吗？刚刚吴总不是说了吗？吴总都是因他而起。吴总刚才说的可不是他的背景实力帮的忙，而是他凭几句话就能让人起死回生，重回巅峰。哎，你觉得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儿吗？一个人仅凭几句话就能让人身家万亿，哎，被他装到了。这种人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老公，要我发话把万白两家从金海除名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将我们万白两家除名？难不成刚才你没有听说创世集团的银龙大人
要认白大小姐作为干女儿，还要送上1万投资合同吗？等我们搭上了创世集团的关系，你们算个屁呀！别指望了，创世集团是不会给你们白家100亿投资的。哎，你说了算吗？我说了不算，但我老公说了算。你老公一个万家弃子，扫大街的清洁工啊！创世集团银龙大人到！创世集团银龙大人到！银龙大人来了，太好了！拜见银龙大人！拜见银龙大人！这些人是谁啊？见了老夫为何不跪？干爹，有人欺负我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。是吗？谁在作死？竟敢欺负我的干女儿！就是这2个见了你不跪的。他们谁呀？一个是北都明家的大小姐明月心，一个是金海的万家弃子，也就是刚刚被我抛弃的前未婚夫万峰。刚被抛弃，前未婚夫？你不是说今天结婚吗？怎么回事？不结了？结，只是我觉得他不配，换人了。换谁啊？万家的2少爷，万氏集团的新继承人。干爹还请多关照，多关照。嘴倒是挺甜。干爹，以后我和佳倩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你就是北都明家的人。是，有什么指教吗？明家在北都虽然有权有势，算是一方诸侯，但是和创世集团比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以后在我面前最好低调点，否则弹指间灭了你。以后在我面前最好低调点，否则弹指间灭了你。银龙大人息怒，那我们以后就低调点啊！以后低调点，低调点啊！怎么，我的妻子哥哥，刚才你不是仰仗着明家挺嚣张的吗？现在怎么怂成孙子了？原来你真的只是骗人，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只会吹牛。好了，不要和这种小角色计较了，咱们赶紧签约，合作是大事。干爹，但你要先答应我，刚才明月心威胁我，你可一定要帮我教训明家呀。放心吧，回头就安排上。我要让明家所有的亲戚在京海给你下跪道歉。谢谢干爹。别大小姐，你嚣张了！你怎么不嚣张了？还有你，继续装你的大人物啊，搞得我好像甩了你很后悔的样子。等我和创世集团的1万亿投资签约完，我将会带领白氏问鼎世界，而你只不过是个靠明家吃软饭的清洁工。不对吧？刚才干爹都已经说了教训明家了，明家还能在北都立足吗？现在明家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，他还能靠什么？对，我还忘记了这茬，明家倒了，你就只能去扫大街了。好了，干女儿，不要和这种蝼蚁浪费口舌了，赶紧签约吧。对，我们赶紧签约。赶紧摆文案，我要和大家一起见证上市。创世集团和白氏的1万亿投资签约，必定轰动整个京海。别忙活了，你们这约签不了。别忙活了，你们这约签不了。说什么？我说这约你们签不了。万峰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停止对你的扶持与帮助。停止对我们的扶持与帮助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创世集团给的1万亿投资，那是我给你的。什么？你给我的？你是疯了吗？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让创世集团给我投资？我看他真是疯了。
我干爹还在这儿呢，他就敢当面吹牛，简直是厚颜无耻、不要脸到了一定地步。你还真是不要脸，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！我当初不知道是怎么瞎了眼，居然答应跟你结婚，现在想起来真是令人恶心。白嘉倩，你别恶心。前几年你确实没有眼瞎，但是现在是真瞎。我的妻子哥哥，别吃醋不甘了。你的未婚妻她就是喜欢我，而且她的崛起现在也已成事实。你呀，还是好好后悔自己的无能吧。啊！敢阻扰创世集团签约，自己说吧，想怎么死？母亲，你说什么？问我要怎么死？怎么，没听过灶神殿的威名，不知道惹灶神殿的后果？怎么，没听过灶神殿的威名，不知道惹灶神殿的后果？灶神殿都是我所创，你问我惹灶神殿的后果，你告诉我，有什么后果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灶神殿是你所创？疯了！他竟敢冒充龙皇大人！他真是不知道灶神殿的手段，在诬陷作死。干爹，这你可都看见了，他居然敢当着你的面冒充龙皇大人，若不灭他，不显灶神殿的威名啊！小子，现在我命令你立刻跪下，自割舌头，以后不再说话，方可饶你一命，否则我灭你全家。芳儿，你怎么能冒充龙皇大人呢？他可是全世界崇拜的传奇呀！这个千万冒充不得，你赶紧跟银龙大人跪下认错。冒充龙皇大人认错就行，今天必须跪下自割舌头，否则你全家性命难保。看看，吹牛吹上瘾，惹祸上身了吧？佳倩，银龙大人不是你的干爹吗？你赶紧给我们求求情，我求求你了！妈，你为什么要求他？哎呦，芳儿，你已经犯下冒充龙皇大人的弥天大错，这可是灭顶之灾呀！你赶紧跪下认错，否则一切都晚了。妈，我没有说谎。我就是灶神殿主龙皇，我就是灶神殿主龙皇。你赶紧闭嘴！我都跟你说了，你脑子怎么不转弯啊？龙皇大人可是比国儒大人都威严得多，你这冒犯不得呀！阿姨，你别担心，万峰他没有说谎，他真的就是那位屹立于世界之间的灶神殿之主，创世集团的幕后掌控人龙皇。你们两个还真是绝配呀！说谎说上瘾，还真把自己当成龙皇了，连自己的亲妈都不信，还这么的掷地有声，真是不要脸！亲爱的，他不是说能阻止创世集团跟你的万亿投资签约吗？那你们现在就当着他的面把合约给签了，先当众打了他的脸再说。对，干爹，我们赶紧签约，一会儿再收拾他。可以。搬桌椅来，龙皇大人，你阻止呀！你赶紧阻止呀！你要再不阻止，我白嘉倩和白家就要腾龙，而你就只剩下仰望了。好啊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立刻传我命令，创世集团给白家的万亿投资立马取消。如你所愿。少在这装了，在场的人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？非要为了那点可怜的尊严，把牛皮都吹破吗？就是，我们都知道你从万家的太子爷沦落为弃少，现在又被自己的未婚妻在婚礼现场当场给抛弃，这心里承受的打击啊太大了。你若能卑微的离场，至少还能苟活。可你呀，就是看不清你自己，活该走上绝路。别管他了，干爹，我们赶紧签约吧。
遵守大人。什么？什么？遵守大人，为什么呀？干爹，怎么了？刚接到集团遵守大人电话，说取消了对白家的万亿投资签约。啊，这什么？是因为他吗？不可能啊！遵守大人说是龙皇大人亲口下的令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他就是万家弃子，一个扫大街的，怎么可能是如皓月传奇般的龙皇大人？对，这绝不可能。他是我哥哥，我们在一个家庭长大，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吗？爸，你说是不是？他从小到大老实本分，就算是欺负他，他也只知道傻笑。一个傻子，他怎么可能是全球闻名的龙皇大人呢？就是，绝无可能。我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货色，我清楚得很。他要是龙皇，我万家还在这金海偏安一隅，早就成为世界级的豪门了。老头，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正如你觉得我不重要一样，我也觉得万家不重要，所以根本就不想扶持万家，所以万家才会没有前途。别装了，你自己妈总清楚你吧？她都说你是冒充的，你还能装得了吗？哥爹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给忽悠到。不可能啊！刚才突然接到集团取消签约的电话，这假不了啊！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肯定是龙皇大人的手机掉了，被他捡到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冒充龙皇大人。有这种可能啊！龙皇大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就算是造神殿的人见过大人的，也屈指可数，往往都是从他的电话中得到的秘密。那就对了，要不然他要是龙皇大人，那我还就是玉皇大帝呢。看来我们低估他的骗术。说，你是不是捡到了龙皇大人的电话？万先生，我忍不了了，让我杀了他们。不用急，爸，别怕，今天有银龙大人在给我们做主，证明我们已经将万方逐出了万家。他一个冒充龙皇大人的骗子，连累不到我们的。万景深啊，我是真受不了你了。本来我不想和你这种小角色打交道，念在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要怪啊，就怪你作死不听。接下来我要给你点教训才行。你给我教训？你有什么资格给我教训？你等着，1分钟内我要惊海万家，在商界再见了，辉煌的万氏家族，传承的万氏集团。你还真以为你凭一句话就可以灭掉我们万家吗？不知道，但不妨拭目以待吧。好啊，我等着。什么？什么？爸，怎么了？万氏集团的股票被一下子全抛了，价值3000亿的市值瞬间归零。不会有这种可能啊！你是不是接到诈骗电话了？这是我们万氏集团负责人的电话。整个万氏集团在短短的3分钟内被全部抛弃，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万氏集团的股价断崖式的下跌呀！哎呀，这根本说不通啊！就以你们的商业头脑，又如何会理解得了巅峰水平的商业狙击？万峰，难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成？当你有足够的实力时，你可以把你对手的股价分抛成无数个点，然后买到自己的手里。你以为你的股票会在10万人、
甚至几百万人之中，但你看到的10万只手、100万只手，背后只有一张手。结论就是，他想让你的股价涨就涨，他想让你的股价亡就亡，明白吗？让一个人掌握100万只手，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在场无一人信，连你自己的妈都不信。怎么，你还在强调你是龙皇吗？喂，我知道了。万先生，世界各国元首和巨擘已到酒店门外，等候您的命令进来。来了就是客，请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先生有令，都进来吧。什么？各国元首？难道他真是那位能将平凡人造神的传奇龙皇？都让开，都让开！天启王、西域王、北马王、唐荒王、英国王、图尔土斯王，拜见龙皇先生，恭祝龙皇先生新婚大喜。恭祝龙皇先生新婚大喜。好，女帝驾到。什么女帝？拜见女帝。今日是龙皇先生新婚大喜，都免礼吧。大夏女帝见过龙皇先生，恭祝龙皇先生新婚大喜。大家都是熟人了，女帝不必如此客气，请入座吧。我处理点私事。今日是龙皇先生新婚，还有别的私事吗？今日在场的很多人都认为我冒充龙皇，质疑我，还要抓我，所以我得向他们证明一下。什么？他们居然敢质疑龙皇先生？不过也难怪，龙皇先生您虽享誉全球，却行事低调，除了世界顶级巨擘有幸见你真容，普通人哪里能认得你？没事，你每天在电视上露脸讲话，他们认得你，你帮我作证就好了。这完全没问题。我与龙皇先生相识数年，我大夏也多次于困境中得龙皇先生援手相助。龙皇先生虽身在世界，却于国于民居功至伟，我再熟悉不过。你们还有谁质疑龙皇先生身份的吗？还有谁质疑龙皇先生身份的吗？女帝殿下所言，不敢质疑。怎么，你现在还质疑我的身份吗？是不能怪我，我也不想怀疑，毕竟你是我的未婚夫。可5年了，你一直在扫大街，我身边的人每次提起，都会瞧不起我。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？你有压力，那是因为你想被别人羡慕，你想被别人吹捧，而这些都比你的感情重要。谁不想被别人羡慕？谁不想被别人吹捧？谁又不爱慕虚荣呢？不是所有人都有你的成就和境界。白嘉倩，你退下吧，你已经配不上女主角高光的舞台。哟，万峰，你不能这么没良心吧？我女儿把这几年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，你不能有头有脸了就抛弃她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可以指责万先生？来，武进，不要动手。万先生，你帮白家崛起，他们忘恩负义还指责你，我忍无可忍。我理解。从今日起，没有我的扶持，白家灭。你还是带着你的女儿和老公一起回乡下种田。哎呀，龙皇大人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知道你喜欢我们家佳倩，你跟她在一起呀，肯定会幸福的。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她配不上我。我知道，但是别说了，我们还是留些脸面，走吧。别说了，我们还是留些脸面，走吧。对不起，
是我没有福气。我祝你们幸福。万景琛，你走去哪儿啊？这么忙？哥，有什么吩咐？我打算将万家在京海除名，你有意见吗？如果你有意见，我就连你一起除名。哥，这不用了吧？不至于。我说了不算啊。哎呀，阿峰啊，怎么说你也是万家的子弟呀，你得帮帮万家啊！什么？我是万家子弟？你忘记我几岁时你就找了新欢和我妈离婚，然后将我放逐出万家，对外说我是万家弃子，丢了万家的脸。这是我考虑不周，我错了。我现在就宣布你作为万家的继承人。怎么？你觉得我的能量会在乎区区一个万氏继承人吗？我知道你不在乎，我想把万氏交给你，也算是我道歉的一种诚意。在你宣布万景身为继承人时，就已经是万氏毁灭的开始。你知道万氏集团是怎么灭亡的吗？是因为你们害死了太子，选择万氏集团二世。吴健，立刻传令创世集团全面彻底封杀京海万氏，3分钟内，我要万氏在京海除名。哎呀，不要啊，阿峰，万氏可是我的心血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你还是带着你的二夫人和你的小儿子去山里安度晚年吧。爸，老爷，风儿，你不是龙皇吗？据说你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大神，那你的医术应该也很厉害吧？赶紧救救你爸呀！没错，我的医术确实厉害。我独创的天地玄黄针震惊医学界，有起死回生之能。不过，我只救我该救的人。我的命就是万峰救的，可是他是你爸呀！哎呦，风儿，求你了！求你了！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人虽然卓越，但也有缺点，就是心眼太小，从不可怜和怜悯曾经伤害过我的人。你们还是等着给他送葬吧，把人带下去，不要给我的婚礼增添晦气。阿峰，我不要，带走！阿峰，阿峰不，怎么办呀，老爷？还有你，创世集团京海负责人银龙大人是吧？龙华大人，您叫我小银龙就行，小银龙就行。小银龙，那你今日所犯之事，我该如何处置你啊？不怪我眼瞎了，求龙华大人饶命！我何曾饶过任何人？吴健，对，拖出去，门规处置。是。各大豪门是吧？我等鲁莽冲撞了龙王大人，特向龙王大人请罪。请罪就不必了。你们一再看不起我的工友，处处都是一副有钱人的高傲模样，不如就把你们的资产和身份互换一下。若敢违背，京海除名。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兄弟们，都过来，随便选一个豪门。除了老婆孩子，其他车子、房子、存款都互换一下。万峰啊，不，龙皇大人，这是真的吗？就别叫我龙皇了，你们就叫我万峰。我说话向来说一不二，你们应该听过我的传说。我最擅长的就是将普通人打造成为神话。任何一个普通人，只要我愿意帮助他，他都可以成为这世间最耀眼的神话。谢谢万峰哥。好了，闲话不多说，毕竟今天是我的大婚之喜。咱们聊点开心的。名家大小姐，才貌双全，深得我心。从今往后，她就是我的妻子，她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也希望
世界各地的大佬们，日后可以多多帮助他。还有明家。好了，耽误了这么久，大家都饿了吧？入席。你真的是至高无上的龙皇吗？妈，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相信你儿子吗？不是不相信，只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没想到我的儿子这么厉害，太厉害了。